希望您能稍安勿躁，就是等一下，看看具体这个事情会不会落地，然后落地以后对孩子到底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然后家长再来着急，也为时不晚。您说是不是？这个我能理解，你这么说，你的这些话我都能理解。然后咱们这样啊，你刚才也说了，我那些情绪化的事，咱们就放一边，那就是情绪化的了。我说的那3条，你一定要反映到，这是我对你的一个信任，我就拜托你了。第一个，我对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我作为蒙古族来说，我本人还有其他的很多家长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母语逐渐的被其他的语言去替代掉。我们也会很好的去学习汉语，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学，这个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第二点就是这个事情的合法性一定给我们一个解释，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您刚才说了，有些人可能就是想法是好的，你好的给我解释呀，不解释我不可能理解呀，你得有明确的东西，明确的依据，是吧？第3个一点就是学生减负这一块，平白无故的多了一门课，而且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说实话，这个政治和历史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课程，对吧？他直接用汉语授课，这个很多蒙族的孩子在一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很难去消化的，因为家里面母语是蒙语，他一开始接受的都是蒙语，你直接跟他们讲汉语，他不可能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这就相当于给学生增加负担了。其实从2年级开始学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孩子也都聪明啊。您说，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会向我们相关的司局来进行反映的。然后但是您这边呢也稍安勿躁，您再等等看，观察一下这个事态的发展情况，也不要太过着急。毕竟就是您所说的这个会取代母语或者是母语消失的担忧，我个人觉得担忧的有点早，就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就担忧的有点早，您也不用太着急。然后我这边呢肯定会向我们相关的司局去反映一下，您放心。行，可以，那咱们好，行，那就聊到这儿。好，那这位家长再见啊。好，再见。